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来咯。讲到我哋客家料理，其實大家印象有幾多種，唔過最大嘅味道係係個油蔥酥啦。今日嘅來賓呢，就係專門嚟做油蔥酥嘅達人咯。按樣版做出好食嘅油蔥酥，有樣版精彩嘅故事，我哋夾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馬上嚟分享我哋明君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鍾明君，來自美濃。哇，歡迎明君咯！明君，頭先有講係來自美濃，本身韓式都睇讀書同工作都喺美濃嘛？我從細到大都喺美濃啦，然後我讀大學，我去台北文化大學讀書，我喺文化大學生理系所畢業嘅。然後我畢業之後，我又去香港做事2年，跟姑姑去香港做事。唔過去到香港做事嘅工作同大學讀嘅課呢有關係嗎？冇乜關係，但係有一個機會，我想去看看下嚟。去到香港，人都以香港係講嗰種個經驗啦，服務業嗰度嘅地方。唔知㗎，去到嘅感想，去擺去同台灣同美濃嘅感想有冇嘅差別嘛？其實香港嗰年生活咁忙碌啊，然後乜嘅東西都做改革，所以一開始去廣東話唔曉得講，廣東話唔曉得講，所以就慢慢地嘅學，然後聽到姑姑學安尼。講到有嘅係廣話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講到嘛。今年講嘅係粵語，同人哋講嘅客話係冇相同。以前啊就有人講，人哋客話唔係講嘅粵語同人哋客話差唔多嘛，其實係冇相同。冇相同嘅，差別巨大嗬。巨大。反而一叫將適應嘅變得成法。嗰時就姑姑佢聰明，一下我先講天話，然後我就明明講天話，講嘅我就慢慢地就好會嘅，廣東話又講安尼。其實都冇相同啊，就唔去學差唔多學1年嘅時間啊你。韓生唔知個印象地位，盧卡都睇做一個油蔥酥嘅工作嘛？係啊，一開始我哋盧卡先賣菜，差唔多民國73年嘅時間開始賣菜，然後油蔥酥喺後邊咪差唔多民國84年嘅時間，那開始變蔥條酥嘅。後市面上嚟開始賣一個油蔥酥。做埋嘅話幾時啫？盧卡買頓菜好，我想講我即係解放業務嚟買一個油蔥酥，因為大部分客家總頭地位媽媽啦、阿婆都冇炸油蔥酥啊，特別嚟講，我嚟買嘅人冇多呢。因為我爸爸媽媽明明就是差唔多4點，然後去屏東對菜，以前美濃嘅交通冇方便，所以我哋去屏東較近。然後爸爸就想我明明都空茶過去。市場對菜冇就做一些美濃嘅蔥條酥過去賣安尼，然後嗰時間又想到賣菜一個行業吼，慢慢地會步超上台灣，然後就想冇解嘅副業好安尼，然後就做蔥條酥，差唔多民國84年去搞變蔥條酥，然後做市場賣安尼。原來就從真係人哋客家老一批嘅種安尼，千山萬未擺有乜嘅機會話，一定想講價格賣下，採一下也好。係啊，明君頭先有講到去到香港去工作嘛？喺工作之前有想過講自家會接盧卡嘅洗頭冇？冇呢，我哋去到台北讀書，其實我哋上下世呢去到台北，因為看到一個冇相同嘅世界，因為看到其實嗰邊有安發泰，然後我哋美濃比來就個淳樸安尼，所以其實就想去人都會想去老輩試看下是冇相同嘅一個環境安尼。個精彩嘅世界嘛，尤其表出去，人哋韓式喺鄉下地方表出去，都千難得講行會轉過來。真係冇相同啊！實在啊，轉過來有個機會對你嚟講，轉過來工作嘅機會係乜嘅？其實我會轉過來美濃也係嘛，因為我香港做事2年以後，我過來美濃係因為我爸爸心臟嘅問題，然後喺民國97年，然後心臟問題過身。嗰時間媽媽就得到個小鬱症啊，然後就行唔出來，然後嗰時我就辭喺香港嘅洗頭就過來美濃照顧伊啦，然後照顧伊慢慢身體慢慢變好，然後就可以就希望自家有一個工作嘅寄託，然後我哋就想冇賣菜嘅，冇就幹蔥條酥嘅生意再養起來再做安尼，幾年其實都媽媽自家一個人喺做。然後我第一美濃改天數，但是也幾年看到伊年紀越來越大嘅，然後你就會想媽媽體力冇安好，冇辦法做嘅，冇我就來改學習一個傳統嘅書藝嘅傳承，改天數學，然後我就可以喺盧卡陪伴伊安尼，然後我經過做蔥條酥差唔多7年嘅時間。
也quite久的呢，7年拢出师的，也变做师傅的。以前就隔壁看，现就下属改天书安尼。孙浩宽同这个阿姨做迄无相同的，系啊，讲好了吼，其实妈妈同爸爸感情应该quite好，怎会受到安尼影响啊？好像你妈妈在休息的时间啊，这时间都全部都停下来，都冇得做嘛吼。全部都停下来，主要家身体照顾好安尼。妈妈想讲，有请到有啲工作来做的时间，马上唔等都互相讨论的时间，都想到讲做一个油葱酥，错冇？因为俺们买菜吼，佢辛苦，明明就想去大货过来去买嘅按不条要数单，然后就一年过一年安尼啦，佢辛苦啦。比如春条酥的话就较轻松一些，时间唔是全部放喺伫家当过。你这个在同妈妈听书的时间，后期也就炸油葱酥，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，这个用办去处理一个油葱酥，佢一个过程系乜嘅？一开始我就想一个油葱酥，闽南的阿公阿妈全部都会变，应该更简单。结果我去这个变时发现了吼，个输入几多啊，几多小技巧，我去掌握住安尼。然后一开始变唔晓得变。然后就看到个葱条，因为我们变的时间，葱条酥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慢慢会变色，颜色会变得更沉。嗰时候本嚟感觉讲，迄咩会好诶。然后我就家留起来，就留起来，但发现讲底杯猪油啊，往前缩，往前走。所以猪油冇变，葱条酥往前走的时间啦，会出油胶，嗰猪油会出油胶，所以我要变到伊全部变走那做的。然后这段时间，俺们就慢慢的好，就发现讲，有一段时间颜色变成呢，就进拉伊就慢慢变成金黄色，变成金黄色就脆脆的，就差不多可以起锅的安尼。嗰时候有个葱条酥，其个葱条那讲，底部一本其个水分逼出来，逼走，等可以保存得好，个香咪头怎会拉白安尼。发现到一点，差不多经过1久。这时间俺们有一波就想要风险点嘛，因为俺们回数过来差不多600人斤呢，全部用的，因为猪油会出油胶，出油胶就会冇新鲜的，所以其实变的时间几波就各种风险啦，你都发现了之后，好像米品质都够问题的嘛吼。好就其实米一摆变，就米一摆好些，然后米一摆去观察讲，我葱条酥哪个时间变得最好安尼。你能这个葱条啊，还有特别鲜果，有某个特别的品种啊，也系讲其个用色，上个用的，怎可以炸出品质够好的啊？其实俺们经用的红葱条都系本地台湾产的，就系台南来的，然后但系品质会选较好一些。你能会直接走去台南去看吗？妈妈演之前有去看过，然后就选好一个较好品质的，然后就从去就改当货安尼。固定当货你除了因为我们伫油葱酥其最简单的成分都红葱条，再来迄个油嘛，怎么？你能连油也有透过吗？葱条酥一定要用猪油饼，那会香。然后猪油那种鲜嘛，贵重要，要用猪瓣油。猪瓣油其实猪的都市这片的油，这片油煸出来吼最香，然后最呛，伊煸出来油最呛，然后冇嘛给猪油炸。因为猪油炸太多，有时候会影响到俺的葱条酥的品质。cái口味上有细胞都冇相同。嗰种唔能会先煸油再来煸个葱条。我先干个猪油，因为猪油要煸好伊会用系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先干猪油煸好。你差不多，你葱条啊，能煸100量係一度啊？100要煸差不多有8鑊啦，差不多400人斤安尼。400人斤，你算好來差不多1度斤啊，都100斤冇。唔講葱條係呢？葱條係。差不多80斤啦。80斤也加均也個100斤嘅吼。唔過我這個我其實也有煸過葱條，有聽說過，嗰種我對一個印象鬼詞咧都講，煸葱條嘅時候第一步最唔關係，係講切個葱條切到真甘痛，見點木子有冇？有啊，以前開始煎的時間嘛會啊，但是也個冇辦法，也個細條就安尼。你按太量，你穿
别个摆葱头，80人斤的那个红葱头，全部都唔自家切嘛，也系妈妈会天数。冇呀个，因为闽南嗰度老人家，然后老人家就冇乜个细条做，所以俺们就不要个细条不要条老人家做，研究个人剪，然后个人整理一下呢。哦，冇想到一个切葱头也有老人工呢哦。哎呀，就补一些阿公阿妈沿路卡冇事情做喊喊，然后就天数一下呢。加강穿一下生活体验呢。哦。除了一个切葱头切得嗰感通之外，还有第二点咧，都讲潮到有讲诶，个水分一般佢别个走啊嘛吼，个红葱头搞搞啊，切下嘅时有时间还冇注意到底边有水啊，都会本个煮有弹到哦，弹些时间弹到爸爸嘅吼，唔知家有本佢弹过吼。所以俺哋啲搞葱头种好嘅时间吼，俺哋多嘅时间要该注意，有时候俺哋会拣个火关细些，让温度冇按高，一定要嘢冇会浮出来，用会鬼嘢浮出来安尼。能唔可以将个葱头拿去晒，也系讲天王山随便吃个早一些吗？如果有限嘅时间煎好嘅时间，会拿出去晒下。就有个长西路，唔系米拜固天咪用嘅。系，因为其实有时候葱头唔够难以控制也早干死，所以变成俺们边嘅时间可以看那是今日葱头有冇特死的话，俺们就边嘅时间就会帮重一些。如果早的话，一个家就比较好诶，安尼。原来安尼，哇，观众朋友，唔看人哋每個人講呢咧寫乜嘢，其實做一個按功夫嘅事情咧，唔過有個標葱頭樹，或者嚟買油葱樹，冇共用嘅呢，底部還有哪條嘅故事，人哋休息下試比賽，馬上嚟同大家講哦。前面有講到闽軍係用辦嚟摘一個油葱樹，一個油葱樹底部有哪條嘅功夫，唔過還有幾條嘅故事，繼續嚟參考一下闽軍吧。闽軍前面有講到講，自家作為一個油葱樹，經歷過一個失敗，好多一個成功一個部分，自家對一個油葱樹嘅品質、嘅堅持，同媽媽有相同冇？其實就係嗰度東西都跟媽媽學下來嘅，然後其實媽媽對葱頭樹嘅堅持就係講，伊每一罐嘅重量一定要拉白，然後我哋一定要選最新鮮嘅主辦油加嘅本地產嘅紅葱頭，安尼雖然我哋做量冇過大，但是一定係新鮮好是有保證嘅安尼。安尼一罐一個油葱樹，咱嘅重量係一重，佢又可以變1嚿啊？一罐的話差唔多1斤。就大概600克安尼，然後期限的話差唔多6張年。哦，差唔多半年全部要放喺啲冰箱吧，差唔多。其實熱嘅時間嘅桶子冇有水，放喺落杯都做得。常溫下保存也做得咯。做得啦，但是就係熱嘅時間從安尼桶子就冇有水，但係每個人保持嘅方法冇相同哦，所以我哋都會建議講係你空冰箱較好。人自家喺做一個油葱樹嘅時間啊，我發現到講一個包裝，實在冇共用。頭擺媽媽今日都有想到按這樣嘅包裝，係喺5個月之後等加上一個包裝嘅啊。其實媽媽以前傳統賣就冇上按到啦，因為以前你冇啲注重講嘅外表一講嘅啦，還有乜嘅推啦，見都冇啲上樣嘅東西。而且葱頭樹本人呢個感覺就係油滋滋嘅，油滋滋嘅我用乜推，幾多年我喺度想。然後其實也個係愛也營養相當嘅新嘅東西啦，時代啲進步，幾多東西我有創新，我有變化，然後我都好讀到好高興嘅時間，然後我幾多來賓從我啲來到闽南參加，然後嗰時其實每一間好教啊，亦都會準備嘅伴手禮俾人客，然後我送闽南嘅麵包板又唔代表。然後陳米同埋豆加安尼拍牛肉皮咧，有安尼季節性咧，伊每一擺都有。然後就想到，我葱頭樹可以不用半年，我就做一個葱頭樹禮下試看下試安尼。我嗰時候一個禮下都見緊人能看到一個樣式嘛，還有其他嘅包裝啊？我就一個樣式安尼。全部都規家攏大部分都一樣，一個一推安尼，一推都一罐。一推一罐係安尼，就一罐送人嘟好安尼。唔過我看到一個包裝上啊，油畫
几道讲嘅法，啊，一个法係用书法上面，還係用印刷的嚟啊？呀，拖嘅蛋糕嘅花，係我媽媽用自家畫係結花。啊，媽媽嗰時就行出社會陣嘅時就就畫結花來，讓自家心靈沉澱。然後係上到一畫按到嘅花都冇人看到，我就畫我安尼包裝推蛋糕安尼。哦，嗰個有嘅全部係媽媽一個一個安尼手工畫上去。一個一個畫，所以其實幾辛苦。啊，所以有個推應該係限量嘅吧？冇啦，就係如果有檔嘅話，我哋都可以畫出來啦。哦。但是媽媽需要一些時間來畫安尼。嗰個有嘅係媽媽平時都有睇法，係一個能接到嘅訂單咧，咁基本啲人哋可能有100種哦，人哋有100個媽媽都先畫100個安尼。係，就係有人檔嘅，我哋就來畫。然後一個一個用安尼客家花布包，就係我去自家買花布，自家剪嘅，然後自家包裝安尼。問嘢我查一下我問哦，媽媽更加畫一個國畫佢畫，佢畫嘅1球真可以按獎，係佢好冇1球都畫得出來，安尼佢幾有天分呢？其實我媽媽差唔多50歲，那開始學畫已經其實冇好幾久啦，但是我明白到講伊吼畫圖嘅時間都記唔得10分啦，所以其實明明畫學一個教，所以我第一生後我就看到吼，其實你幾勤勞啊。一個事情就可以做得幾好，明明一個點吧。佢都幾專注，幾有耐心啊！你明白，安尼一次一次要練習，嗰時才可以畫出安尼。啊，有看到一個按獎嘅畫吼，跟然後我唔會貼喺度講同聽講，然後熟悉哪條嘅畫嘅推嘅。如果真係個介意嘅話，可以啊。媽媽都可以。每類都冇相同嘛，啊，見到佢想講哦，我可能我屬於哪條嘅。如果介意嘅話，可以。啊，媽媽平時畫嘅一條花啊，佢會設定講係有個推可能100個畫有個蘭花，或100個畫有個水仙，冇有安尼嘛，係佢看其他嘅心情啊，想畫哪個都畫哪個。其實也安尼沒有辦法畫最好，但過年時節畫沒有辦法推，就過台風送你嘛，更好看，更有福氣安尼。哦，安尼媽媽畫佢咧推差唔多1球嘅時間。其實一個間咧，差唔多2-3分鐘可以畫一個安尼一個推安尼。哦，2-3分鐘都可以畫嘅啦。啊，蛋糕冇做一個細搶名安尼，咁大家都講，哎呦，有個以後某一天來畫家畫出來嘅呀。要不有印安尼咱哋從條樹嘅安尼印章 logo 上去安尼。講到一個 logo，其實唔睇做一個包裝同行銷嘅時節啦，一定有自家嘅想法嘛。從一到自家嘅想法同媽媽會唔會有冇相同嘅時節？媽媽一路來都去做傳統嘅一個供養啦，然後嗰時間我哋又為了從條樹嘅送標嘅問題啦，標槍嘅問題。因為我想其實一個標槍用嘅嗰多年咧，係咪可以溫馨一下，本年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，然後。媽媽就講做唔得，一個我嘅標槍用嘅按多年咧，每個人都一樣嘅標槍。結果有一個人客，伊拿起一個適合嘅乾嘅本愛，伊就來講：小姐，要能錄卡從條樹係咪？啊，嗰時就想到原來傳統嘅東西吼，不太介意個人講哦，我就試一家從條樹，後來我哋就啲安尼標槍蛋糕呀材質啊，嗰啲我哋就慢慢地提升，但係 logo 係相同安尼。你講影響地度，大家你呢都有個標籤，有個 logo 嘛。啊，其實我哋可以提升佢有個品質啊，有講本地做啊個內容，有講個新意思唔怕。但係有個 logo 標籤嘅絲啦，有講嗰種圖，我哋都冇改安尼嘛。哦，安尼有幾多嘅人客其實都唔識講，人都開嘅有種書嘛。有其他人客我貼喺講，將哪個講得來啦，有講貼喺個辦啲青年去嘅很愛條條。過來去到面農去買人哋有種書。其實面農見啊，學嗰度安尼老輩家年來嘅人，所以我哋面農嗌其實我讀到一個婆婆，伊就係台東人，台東太麻里嘅人。然後以前年輕嘅時節，伊會貴做咩假咩，伊就未辦法看人哋從條樹貴。然後也見年紀大，伊就貴少貴嘅。然後就冇講啊，我台東嘅朋友上嘅是一樣嘅，所以嗰時台東嘅朋友就會啊。幾個人夾一上，然後
钓伊上，然后我就甲伊演技过去安尼，栽培过去安尼。然后其实我过工车，伊甲我的面容的后面都带去推动安尼。就等于讲以前喺做电路呢吼，然后做电路带过去推动。某一天工人啊，因为也个唔能可以去到推动，推动唔歹吼，可以一个分点的。你记忆上嘅更加运费应该很花来啦，以上的花，恐怕可能1、2罐都花唔来哦。除了嗰個諾貝干嘢來吼，睇同人聽說推廣嗰個油松鼠嘅好味道之外，有這個菜體嘅詳情啊吼，特別講能做嘅吼，係同係韓式時節嘅味道有相同，我變做一個鄉愁嘅感覺，幾來親嚟講買冇。有啊，嗰度啊，像我們本地有一些朋友啊，然後鄰舍啊，像有一來嘅新人嘅古類啊，都試下味道，然後研究嚟家人買。然後有時候過去像過去開業嘅地方啊嘛，我帶過去安尼。雖然伊係配料皮料，但是就會個米絲就會讓大家感覺講，個世界是個嘅米絲安尼。叫做一種頭都講嘅嘛，鄉愁，也係講人哋刻在神地裡邊一種人哋客家料理嘅靈魂啊，冇一個都冇像客家嘅料理，好嘛？你唔自家接觸媽媽一個工作聽數之後來接觸嘅。除了包裝有偏巴之外，像一度販賣啦、行售嘅部分，你自家有自家嘅想法冇？其實時代進步吼，我哋夢入嘅時代多嘅咩？其實嗰段時間我哋就會變化，然後其實就慢慢嚟去用夢入嘅去推廣出去啦，推廣不過多年啲啦。有時候啲 FB 當個鋪本人看啊，然後大家介紹安尼啦。然後其實媽媽嘛過年陣，就會講人哋唱下好，我就會用 Line 跟顧客聯絡啊，又點慢慢地就會學網絡嘅安尼行銷安尼。就等於講你也要用到更加科技嘅一個網絡平台嘅一個部分來賣，慢慢又聽說得好。你自家除了睇網絡販賣之外，唔會去做一條事件嘛，參加其他嘅活動。參加活動冇咁多，但係我哋屏東嘅市場大過大，所以就變成客人轉客人，然後幫我哋店，然後有一些工廠啊、加工廠啊、園地嘅就會嚟加人搭貨安尼。加工廠又會同人搭貨喎？加工廠其實做5年啊，做中嘅一條工廠，其實亦都用到充條數幾多。見你一下多啲貨量差唔多一台啊。有時候會拿100斤啊，一條差唔多100斤。你能自家做一個油松鼠，會受到一個季節嘅影響？充條數做出來唔會受到季節嘅影響，但係我哋憋一年會哦。有蠻過，年前嘅時間嘛。我年前嘅時間憋充條數會過一年，但係我憋嘅時間就會縮短嚟。然後冬天嘅時間我煮油，個碟硬，一添油嘅咪會更硬，拆唔開啦，所以我憋嘅時間要幫襯。所以其實冬天跟夏天都幾辛苦啦。哇，嗰時候唔係，你哋廚房喺條路邊有一個地位啊？我哋有一個小工廠，算半露天啊。半露天啊，因為伊早時間我嗰度安尼遊戲啊，我被吹吹啊呢。真是當唐紅來當蠻辛苦咧，唔單止我講嘅有啲攤到，一天嘅時間一天嘅時間過年年。係啊，前面年年，後邊也係年年，全部都年。所以我每擺都講一個係一個體力社啊，我如果有體力，然後我可以做一個工作。哇，觀眾朋友，做一個油松鼠好事的啊，真是冇簡單咧。你看熱天嘅時間按熱，冬天嘅時間大家撐唔紅來，唔過我哋做嘅係挺有價值嘅事情哦。等一下休息一下。繼續來同大家分享精彩故事。講到人家，每個人今年都開油松鼠，有其個品質，也有佢哋自家嘅堅持。不過我發現到講今年嘅名嘅，親像有特別嘅故事哦，請教一下明權吧。明權，
前面講到更加吼，都冇問到，你哋咧油松樹有啲特別的名嘅，啲品牌名嘅，可以同大家講一下，你哋啲名係用版來，聽講比較還有特別的故事係咩？哎呀，一個新星紅吼，一個新吼，一個是係用我爸爸名嘅中富新嘅最名就係。一個新就三個金，然後我就感覺一個意思都蠻好，所以我哋就行新星吼。然後以前爸爸嘛因為一個名嘅本人難吼，因為講一個名嘅三個金，所以叫我3000金，我叫到來嘅咧。哦，嗰種人都講，包括有三個姊妹啊呢。三個姊妹係。哦，安尼也幾好啊，做冇更加年咧長髮啦，頭髮都冇啦，頭髮可能講個從事社來嘅安尼講，唔過真是啦，你看一個名嘅就唔講嘅，嗰頭金就本路卡有啲經濟來源係好事啊，做冇。本來咧從條書生年來以後啊。講到一個吼，都本自家也然後諗一下，人路卡一年吼，可能也因為一個名嘅可以懷念一下吼，懷念緊爸爸，真是一個名嘅唔單止吼係一個品牌嘅名嘅，對人來講係一個感情嘅寄託啦，做冇講到一個咩嘅？頭頭有講人哋咧油松樹啊，佢會受到季節嘅影響，係天時熱啦，吼冬天嘅時節，落雨嘅時節會有影響冇？像頭擺人哋講嘅颱風嘅時節，有一個梅雨季嘅時節，落雨啊、水雨各種啊，可能品質一條農產品嘅品質都冇咁好，應該會影響到人哋嘅品質冇？其實我種條樹比愛時節已經比較早嘅，所以其實伊唔會受到外面我落尾一些安尼溫度嘅變化啦。但係就係從條來嘅時節，風從條來嘅時節，伊就會影響到，所以我比愛時間就會冇相同，風嘅態勢嘛冇相同。如果同一種濕氣過重嘅話，將來落一天，可能都比較久一些。我從條就過濕一些安尼。佢比較好嘅之後，都出隻標比失敗人嘅都可以入包裝好來嘛。我能比從條樹比較好，不會冷一年咯。然後有時候像夏天天熱啦，就會拿天傘被吹下，冇地不會小氣吼，伊會影響到我從條樹嘅保存期限。哇，其實按啲喺度，還不過綿延布啊，用天風扇吹。吹天風扇嘅哦。吹冷氣會覺鹹嘛？可以啊。唔過吹冷氣同吹嘅天風扇有差別冇？天風扇較好啦，伊散熱較強。所以我哋其實比係，比如你按不條都不會吹天扇，不會較加冷安尼。但如果今日天熱嘅話，我哋可能要不用加一年安尼，我看也溫度又降下來冇安尼。也係啦，因為天風扇除了安尼，各夾嘅個風吼，各睇各夾之外咧，其實個上天啦，可以係冷氣比可以開幾下台天風扇嚟做冇？這個吼更加接觸媽媽嘅工作，同媽媽聽書傾下互動都更加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，就都講7年嘛，係咪？7年底背同媽媽嘅互動一直都係講，你能聽書也係媽媽主導安尼啊。其實都係媽媽啲做，我哋2個人分批時間啦。媽媽做其實會更多一些啦，因為有時候我照顧細人咧就冇安閒安尼，但係我就伊喺做媽嘅，我就會繼續聽書安尼。嗰開始多嘅時間可能都媽媽做過多，因為還有細人嚟顧，更加呢有可能如果有閒嘅時間，自己嘅工作量同媽媽都比例上嚟講，唔可能都會負責更多一些先安尼嘛。有見比從條數係差唔多比5點鐘4到5點鐘，所以有時候媽媽比前面2點鐘，我就繼續加班，我比後尾2點鐘安尼，就會不會冇按腳，然後我又可以慢慢地學習安尼。你自己嘅細人係多細？我4個細人嘅2，然後6年生，然後6歲間3歲。你今年看到唔睇畢業嘅油松樹嘅時候，會同講媽媽辛苦，我哋同睇書，又係講媽媽唔好再做咁樣偏愛人，會有安尼嘛？會啊，其實細人都個掉嚟聽書啦，有時候聽書包裝啊，聽書拿過嘢安尼啦。係呢不也學習講其實有個細條幾辛苦，每一個人存錢都幾辛苦，從細就會不言啲嘅。你哋嘅過程之中有嗰種個特別嘅人下幫影響過怎麼冇？不管係同傾聽咧，又係講同人自教講，有個乜嘅個好嘅經驗，有機會可以分享嘅冇？
以前我们都伫咧传统的买东西安尼买，然后其实也今年就 Facebook 几多年会推广嘛，然后我就甲伊 po Facebook， 然后就有一个其实唔认识呢，伊迄朋友的朋友，啊，伊嘛相同的面容呢，然后伊加伊老爸爱听，加伊爱听，然后伊就打电话来讲要甲我们谈。伊讲啊，朋友输到遐个从条树里下，佮甲伊，然后又佮台风，所以佮嗲就甲来同款呢。然后伊一礼拜就甲讲，我迄面容的妹个，所以我要甲面容的好面试好的东西推广出去，不太家己安尼。哇，安本人感动哦，嘿，古早期更加无迄个睇面容嘛。个人下无喺面容，伊喺爱听安尼。哦，古早期如做像前面有讲到的，它就变成是其他一个乡愁，佢用一个面头来分享面容，甚至系将一个好面头推广出去。除了一个按神机一个人客吼做分享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客会讲啊，一个做好有松鼠片子案吼，还有吃到嘛个料理，能可以啊，吃过那些的冇？其实从条树底面哦，用到几道料理当过啊，唔看俺哋市面拍板还没有加，高丽菜粉啊、冬瓜粉啊，都会加进去。冇唔多。然后还有一个面容的猪笼板吼，伊啲爆料的时间，肉爆下的时间，从条树会爆你夹面。所以其实面容几道好吃的东西都有加从条树。真的，我广东鸦片都妒忌嘅。然后像我这家有些生意咧，然后我能够点煮给煮，然后有时候我要煮饭瓜，做的时间就干饭瓜切下去，加一些那些包肉啊、肉下去，然后往前煮之前就要干从条树标下去，像下煲，然后煲出来的时间就过上，个米线就当蛮好，个像唔多不是咧杭州安尼米线。嘿哦，做嘛个总唔知讲，标好些米煮好，咁标总唔得嘛？就安尼米线无安上啦，冲下煲，然后猪油再不煮加一下，个上面就较好。所以他家像冬瓜粉、高丽菜粉都焖到差唔多诶，焖之前嘛会先加下一样诶。你要去做杭州啊，真有兴趣咧，你有得买冇？冇啦，可以自家规煮，几简单，就全部料不用下去，添冇地板，添冇粘下去就是得咧。唔过人家要做的人够少的嘛，人家会唔会同人讲，其实人睇买一个油松鼠，有嗰种油松鼠的食谱啦，还有料理的方式，可以同人哋讲教一下的冇？其实都会有人问啦，然后有俺哋第一俺都会甲人讲，像一个虽然系配料，但是嗰道东西底背都有加，像俺哋鱼盐啊、肉盐啊，一条底背都有。然后像俺哋炒香菜，加一些下去，米线就quite好。而且俺哋用猪油吼，伊炒出来其实quite香。这时间应该quite多年都试过猪油炒出来，有冇？所以加下去安尼米线quite好。对，从嘛能我第一按到，还是可能人哋嘅包装吼，加嗰啲小纸片，像人家攞杯安尼包，他家摕个一个塑嘅蛋糕，都做一个标示蛋糕，人马克底杯放过出来，都系一个料理嘅方式，买一个清好嘅方式啦，怎么？quite好嘅方式。系啊，冇嘅。第一摆接触过的人，可能像底下讲，像讲的教菜吼，也係講俾我哋面烘、飯烘按呢，其實還有幾多嘅偏法可以能去推廣出來。甚至於講有個推嘅，有個推嘅媽媽畫嘅雖然講鬼講，但唔過媽媽明白攏係手工畫嘅，我唔會媽媽有意念講我貼鉗嘅，我貼開嘅，做唔得畫嘅，可以用印得嘅，冇媽媽有安尼講過冇？其實我哋買從條樹冇講，我哋一定要買得蠻多，但係我哋就係講。俺哋買少少，但係俺哋品質改好啦。媽媽如果可以發，當然改好啊，就不會發，然後以後真係做唔得發，俺哋就嚟用印呢。不過媽媽發嘅全部都係發嘛，媽媽有從事講，呢度譬如講面容入邊有一個後山後水，那條國江嘅風景，係有一個特別嘅景緻，都可以畫上去安尼。媽媽有安尼嘅想法冇？發風景嘅話就較快發些，結發伊就可以夾就發好嘅。如果我當去講，我發一個東門寮啊，嘛嘅工作較多一些。你有沒有想法吼？就未來有沒有一個規劃講，將自家嘅產品包裝啊，推出無窮嘅小規劃嘅行場也好，甚至講體驗也好，未來有冇嘅規劃可以自家結合自家嘅產品同面容一個地方嘅呢？
其实就希望讲，像农会吼，就买嗰度本地嘅农产品啦。其实就嗰像行业农会啦，就讲民农农会有超市咩，就像行业民农嘅一些太简嘅超市底边啊，就可以看到安尼嘅产品安尼，所以也个係一路来都嗰想要做嘅事情啦。而家行緊努力嘅目標就講打一個新嘅通路出來，如引起農會，甚至於講唔單止睇民農嘅農會，甚至於睇其他地方嘅農會也看得到安尼。哦，未來嘅目標都安尼嘛，哇！希望有一日可以看得到，甚至於講有揾嘅慢慢嘅包裝，伊咧紙盒嘅也好，係啊，就冇相同嘅一個行銷嘅方式安尼。幫人嘅民農在啲傳統嘅客家後面都可以傳啲更遠嘅地方去，哦。觀眾朋友，講到一片大家係唔係也失敗妒忌嘅呢？想要來試一下有個油松鼠，有個講客家料理呢，唔怕夾夾來去民農嘗一下，甚至於講來人流對其他地方也試得到好食嘅客家料理，試得到有個油松鼠嘅味道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明權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同香香嘅油松鼠，多謝你哦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。好咯，大家坐到更加有個位上人嚟吧，家家嚟聽到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